而家咧3點晏晝，之後係29度啊，誇張啊！之後仲要勁曬啦，因為我而家着短袖衫出晒汗。咁呢個時候咧就需要 Dyfuse 嘅呢個 iTurbo 可摺疊手持風扇啦。佢用咗汽車常見嘅渦輪增能技術，咩意思咧？咁就真係佢嘅扇葉咧係可以轉得超級快啦。咁所以咧佢嘅風力咧都會比一般嘅風扇強好多。第3檔嘅風力啦，就係見唔見到？同埋咧，佢吹出嚟嘅風咧，唔止係大咁簡單，佢仲要好集中啦，可以吹得好遠。所以咧，佢喺降溫力上面咧，都會好明顯咁樣強過其他牌子嘅風扇。佢有5檔嘅風力調節啦，咁最強風咧係可以去到9.2米每秒。佢淨係得136 gram 咋，佢仲要個 size 係同部 iPhone 差唔多大。如果你出門口係用啲勁細嚿嗰啲小廢包咧，都完全擺得落佢。佢就有3種用法啦，分別咧就係手持、座台同埋掛頸。我最中意佢嘅位咧就係佢係用 LED 屏幕嚟顯示電量㗎，呢點真係好重要，因為終於唔使再估住佢仲有冇電。佢叉電咧就係用 Type C 叉電，咁所以咧就算你出街之前唔記得叉電，你都可以即時攞個尿袋嚟幫佢叉電。呢部 iTurbo 咧真係我近排出街嘅必備用品